台中市长罗秀燕这个月捌讲高端的流感疫苗无要入去校园内底，不过即马煞传出讲，因为疫苗的数量无够，所以是老师组高端，学生是组其他牌组。这台中市教育工会就跳出来批评讲，其实老师甲学生应该拢爱用同款的疫苗，所以卫生局伫今仔日早起赶紧去调疫苗。也那一管事是讲，伊会尊重地方对疫苗的分配。 学生排队注流感疫苗，台中市长罗秀燕10月7号曾经宣布高端无入去校园，但是市立东山高中却传出25号接到卫生所的通知，因为台中市府家己买的疫苗不足，所以学生注国光，老师爱注高端，结果引起了部分老师的反弹。校方26号证实有这个状况，再去收到卫生局赶紧送来的赛诺菲疫苗。我们的确一早就接获通知，我们对 老师的品牌的选择有他自主的权益，所以现在就是改成赛诺菲之后，就让老师有自由意愿。高端我们应该是会找时间再缴回去。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，也有收到这个学校的老师投诉，强调教师也是校园的一份子，市府不应该对师生有差别的待遇。市长已经承诺要 就是高端疫苗不进校园的状况下，然后还接收到这样的讯息，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基层教师的生命难道这么不值吗？然后就感觉到相对剥夺感非常严重。台中市卫生局解说，今年采购81.1万剂4价流感疫苗，其中教育局代购提供非公费教职员1.9万剂，以中央分配，其中含有2850剂高端疫苗，目前已经启动紧急调度机制。 即马开始，教职员伫咧学校未注到高端疫苗。卫生局已启动紧急调度作业，即日起，学生在校接种无高端，将扩大为教职员工在校接种亦无高端。是不是要把高端 的疫苗配送到学校，那我们还是会尊重各县市政府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分配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的能够接种流感疫苗。疾管署强调，尊重县市政府分配疫苗的安排，因为目前是流感的高峰期，呼吁民众赶紧来注流感疫苗，保护自身的健康。记者台中报道。